一講到站起來咧，我就好有印象咧，就記得一套戲李小龍。哇！當時咧佢就俾日本人咧去呢個霍元甲嘅武館度因為佢係佢徒弟，咁帶住一個牌去，就係咧叫做東亞病夫。哇！你諗下，當年中國人俾人欺凌，係人都睇唔起，因此咧即係俾個東亞病夫你咧，咁李小龍咧就做電影就為我哋國家為啲中國人爭光咁其實你睇下今時今日中國人站起嚟咧，大家睇得到啦。點樣睇得到咧？第一，你睇下所有嘅奧運會，每一屆奧運會，中國嘅隊伍都唔會係最差嘅。我哋唔單止人數，我哋雖然未必係最強大、最多人嘅隊伍，但係一定喺前面。第二，我哋攞嘅獎項好平均，而且金牌數字係絕對唔會少。喺每一次嘅運動會、奧運會，我哋攞第二、第三嘅總數咧，係應該絕對冇問題。甚至我哋可以得到個最高嘅榮譽都唔定。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個唔係一個簡單嘅代表。呢個體育運動嘅普及，中國人強身健體，喺基礎生活能夠做到，先能夠有呢一種水平。咁你係諗下啦，我哋新中國成立咗之後，1949年成立，但係1950年我哋就要打韓戰，因為當時美國派咗幾十萬軍隊去到韓國，因為南韓同朝鮮而家嘅北韓朝鮮咧，就因為政治上嘅不同喺度。當時咧，因為共產主義咧，由俄羅斯、蘇聯開始一路傳到中國，世界好多國家都有。咁而韓國亦都係其中一部分。因此咧，呢個戰爭咧入侵想消滅朝鮮呢個北韓嘅當時，中國覺得唇寒齒亡，因為我哋同朝鮮只係鴨綠江分界。如果佢將朝鮮打敗，美國嘅軍隊可能會衝入嚟。因此當時毛澤東先生咧就要派軍隊去抗美援朝，對付美國，支持朝鮮。咁最後嗰場仗咧就係打到咧3-8線分界，大家和平收場，一人一半。睇睇下，我哋當時啱啱打完日本仔，打完日本之後，在國內咧自己有國共嘅戰爭，即係人民都係痛苦不堪，而且我哋只係小米加步槍，居然可以打到美國嘅飛機大炮咧平手。你知喎，美國建國200幾年，佢本土冇被打過仗，冇被人侵略過，因此佢哋嘅基礎嘅建設、經濟完全冇受過破壞。但我哋中國由19世紀開始咧，不斷內戰啊，俾人侵略啊，話生靈塗炭，建設又冇，生活又貧困。你諗下咁情況之下，去打一場